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紫靈星語 Channel， 又係我 Steven 啊。今集繼續唔係學命理系列紫微斗數篇。喺上一集我就同大家分享咗如何揾出命主星同新主星，而喺呢一集呢，我就會同大家分享如何定紫微斗數中嘅14主星。14主星其實係分為兩組，分別就係紫微星系同天府星系。首先紫微星系就包括有紫微星、天機星、太陽星、武曲星、天同星同埋廉貞星，而天府星系就包括有天府星、太陰星、貪狼星、巨門星、天相星、天梁星、七殺星，仲有破軍星。咁其實要定出14主星嘅位置，首先就要揾出紫微星嘅坐落位置。咁需要嘅材料呢，就包括有兩個，就係農曆出生日數同埋五行局數啦。方法其實亦都好簡單，先將你嘅出生日期除以呢個五行局數。如果出生日係可以將五行局數除盡嘅話呢，得出嘅數字就可以由人工開始順數，停留嘅宮位呢，就係紫微星坐落嘅地方啦。正如圖中嘅主角，佢嘅出生日數係28，五行局數係水二局。咁只要將28除以2，就會得出14呢個數字。之後只要由人工開始起數1，順時針數到14，而停留嘅宮位呢，就係紫微星坐落嘅位置啦。咁但係如果出生日數係俾五行局數除唔盡嘅話呢，咁就需要加上最近嘅數字變成整數，可以俾五行局數除盡啦。就好似圖中呢一個例子，佢嘅出生日數呢係18，五行局數係土五局，而18呢係俾5除唔盡嘅，咁就需要加上最少嘅數值2，將佢變成整數20，就可以俾5除盡啦。20除5得出嘅數字呢就會係4，再加上之前化整嘅數字2，咁就得出4同2啦。之後由人工開始起數1，向前數4，就會到達自宮啦。而由於餘數係雙數2，所以需要順時針再向前行多2格，就會得出紫微星原來坐落喺五宮。咁如果得出嘅餘數係單數，就需要好似以下嘅例子咁樣。呢位主角佢嘅出生日數係7，五行局數係土五局。由於7同5係除唔盡嘅，所以就需要加最少嘅數值，將7化整為10，即係加3啦。除完之後就會得出答案係2，餘數係3。咁只要由人工開始起數1，數到答案2就係卯宮啦。由於得出嘅餘數係單數，所以就需要由卯宮開始，逆時針數翻餘數，就會得出最後紫微星坐落嘅宮位就係子宮啦。當揾到紫微星坐落嘅宮位之後，就需要根據以下歌訣去排列紫微星系嘅其餘5粒星，而排列方法就係逆時針開始數，紫微星之後嘅宮位呢，就係天機星啦，跟住隔一個宮位呢，就係太陽星，之後就係武曲星，再之後就係天同星，然之後隔2個宮位呢，就係廉貞星啦。而按天府星系就係根據以下圖表揾出天府星坐落嘅位置。喺呢個時候就會發現一個好有趣嘅現象，除咗人宮同身宮紫微星同天府星係同一個宮位之外呢，其餘10個宮位紫微星同天府星嘅位置都係對望。呢一個其實同佢星曜特性同埋互相影響係有關係嘅，咁但係都係留待喺之後嘅集數先同大家慢慢分享啦。繼續翻嚟呢度先，揾到天府星坐落嘅位置之後呢，只要順時針開始排列，就可以揾到天府星係其餘7粒星嘅位置噶啦。首先天府星下一個宮位就係太陰星，之後係貪狼星，跟住係巨門星，然之後係天相星，跟住就係天梁星，然之後就係七殺星，最後呢，隔3個宮位呢，就係破軍星。下一集將會同大家分享按長生12神，大家可以 click 入以下連結聯絡本人，咁就可以免費獲取由本人製作嘅紫微斗數精美簡易筆記，或者可以獲取更多有用同實用嘅玄學資訊，例如來年生肖運程或者家居風水佈局小貼士咁。今集就嚟到呢一度，如果大家覺得我條片有用，都係嗰一句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， 即係 CLS 我嘅 channel。另外就係撳個叮叮鐘，咁就可以收到我 channel 最新資訊噶啦嘛。而最後嘅就係覺得我條片有用，幫忙 share 俾啲朋友支持一下啦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